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ugo。咁樣嘅景觀靚唔靚啊？咁今日咧，我同大家咧過嚟追蹤回訪呢個項目嘅話咧，咁夠膽講啦，可以話係目前成個珠海斗門片區咧，係景觀開揚程度、交樓質素同埋小區環境方面咧，都係相當優質嘅一個項目。咁呢個項目咧就係叫做世榮景觀花園啦。咁目前我身處咧就係一個8座嘅實體樓宇高樓層。想同大家展示就係佢嘅一個樓宇一個景觀面啊！咁首先，我覺得呢個小區有佢好得天獨厚嘅優勢，因為佢屬於喺尖峰南片區，亦都係比較靠近黃楊河段嘅一個小區屋苑嘅位置。咁所以咧，佢一啲嘅高層塔樓咧，望出個 view 確實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目前我哋身處咧係位於8座嘅一個高樓層嘅樓層線啦。咁所以望出嘅視野開闊度咧，確實係做得好好啊！因為我哋前方嘅呢個地塊係屬於我哋嘅華發嘅水郡嘅別墅區啦，咁呢個係已經係現成㗎啦，咁日後都唔會有任何改變，咁所以呢個景觀面咧都唔會有任何改變啊，咁所以我可以望到好完整嘅呢一個黃楊河嘅一個河道景觀啦，咁以及咧今日能見度都好高，咁我哋前方可以睇到斗門嘅湖心新城啦，咁同埋我哋嘅金灣嘅航空新城咧。其實離我哋呢一個區域並唔係咁遠嘅啫，只要經過我哋呢個湘湖路接駁，揸車約莫大概10分鐘到，你就可以快速到達我哋嘅金灣航空新城片區啊！咁所以你無論去邊度呢個區域咧，都叫做係近嘅。咁啊，重點其實都係景觀啦。咁啊，再加上呢個項目咧，亦都可以夠膽咁講啦，即係喺目前呢一個市場環境當中咧，呢個盤個售價係未曾降價嘅。咁啊，其實佢從賣1棟到8棟開始嘅話咧，嗰個價錢到而家賣到第9棟嘅話咧，個單價依舊非常之堅挺，反而個價錢咧係略微升咗少少嘅。咁啊，所以令到咧收咗樓嘅呢邊嘅業主咧係非常之開心嘅，啊個個都笑面迎人，而且咧佢嘅交樓樓宇嘅質素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唔錯。咁所以今日要過嚟同大家咧係着重，亦都推介佢一啲嘅單位俾大家去選擇。咁啊，其實我哋9座嘅選擇嘅單位咧，目前其實01戶型呢個129平方咧，可以話基本上冇乜單位揀㗎啦。咁啊，全部都係一啲嘅6樓打下嘅一啲嘅戶型啦。咁啲樓層方面嘅咧，6樓打下其實你望出去依舊嘅視野開闊度會好好，但係咧睇呢一個黃楊河嘅景觀面方面咧，就係冇咁高嘅。咁啊，所以其實如果大家係要留意呢個129平方嘅咧，可能要等到佢後期加推17棟咧，先會再會有更好嘅樓層去選擇啦。但如果大家話想要唔係咁大積數，想要3房單位，咁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下呢個104平方嘅傳統樹廳3房嘅戶型。佢而家目前仲有一啲嘅中高樓層嘅單位可以俾大家揀，望出個 view 咧就係咁開揚同埋咁靚啦。咁所以呢個景咧確實係非常之殺食嘅呢個景啊！好啦，再同大家睇下單位先。咁其實對於景觀呢個項目嘅話咧，喺同片區當中咧，佢嘅交樓質素方面咧，其實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嘅。咁首先可以睇下有咩啦。咁啊，地板瓷磚呢隻咧就係1.5米乘75嘅長形瓷磚，而且好細心係咩咧？佢嘅一啲嘅尾縫方面咧，全部都做好晒。咁牆身就係白色嘅乳膠漆，同埋天花吊頂客廳嘅風管機咧，都係佢嘅膠標嚟嘅。咁對於呢個104平方客廳開間比例咧，約莫其實都算唔差㗎嚇。咁啊，再睇下佢一啲嘅膠標方面啦，門鎖啦，入門口嘅鞋櫃方面咧，已經係全部都同大家配置好嘅啦。咁再嚟到廚房，廚房咧仲有一個 L 型嘅一個佈局設計，而且係帶有一個生活露台嘅。咁而且露台嘅一個景觀面望出去咧，同樣可以望到嘅一個別墅群片區啦，以及佢部分嘅黃楊河景區都望得到啊！咁以及膠標方面咧，連熱水爐咧都配帶有啦。咁一啲嘅吊櫃啦，我哋嘅抽煙機、煮食爐同埋佢嘅洗碗機咧，都係交樓標準，配帶係一個大嘅單星盤啦。咁所以廚房嘅一個空間方面咧，亦都完全冇問題啦。咁啊，再睇下房間嘅休息區啦。咁啊，第一間客廳同向嘅一間睡房。咁 size 尺寸咧，依舊係好方方正正嘅。咁啊，見到啦，其實發展商亦都好細心啊。咁啊，其實佢每一戶嘅單位咧，佢都會幫大家做好呢一個遮光簾啦。咁啊，擔心大家未入嚟住嘅情況下嘅話咧，長時間俾太陽暴曬咧，會影響到呢個地板啊嘛。
咁我哋拉開俾大家感受下佢嘅景觀先嚇。咁啊，景觀面依舊望出去咧係好開揚，可以望到別墅群片區以及黃楊河道景觀嘅。咁以及房間嘅空調咧係懸掛機空調，都係配置好嘅啦。咁對翻過去就係咁嚟到宮位嘅空間，所見到全部都係交標狀態。咁重點就係咧，我覺得呢個洗手盤咧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，因為佢係屬於一體盤嚟嘅。咁而且呢啲就唔容易會形成呢一個咧污垢啦，會藏污垢啦，會起霉啦，呢啲就唔擔心嘅。咁所以其實整個空間感咧都係唔錯嘅。咁嚟到第二間房咧，就係朝東向嘅一間細嘅睡房啦。咁如果唔想做睡房，做書房或者做醫務間區都冇問題，但同樣佢都有景觀啊。呢邊嘅景觀咧就望翻東邊部分嘅黃楊河景觀帶啦。咁所以其實呢個單位靈異戶型，間間房都有景。咁最後嚟到主人房啦。咁主人房入門口先係套廁，咁而且淋浴區嘅部分咧，其實亦都闊落嘅呢個空間。咁再嚟睇下休息區嘅部分。咁我哋02同埋03最大嘅區別咧，02咧佢就冇少少嘅轉角窗台位置，03先會有啦。但咧，我覺得02嘅景觀咧係會反為更加好嘅。依舊望出去個感覺咧係非常之舒適啊！好啦，咁啊呢個咧就係屬於一個104平方嘅靈異戶型單位。咁佢優勢喺邊度咧？首先就係佢係比較靠近我哋嘅黃楊河景觀帶啦，而且高樓層望出嘅視野效果係非常之好，所以我哋今日咧選擇一套高樓層同大家進行展現啦。咁目前喺9號樓嘅話咧，一啲嘅中高樓層水平嘅一啲嘅靈異單位咧，都仲係能夠選擇嘅。咁着重同大家介紹一套，如果大家對18樓呢個數字咧係冇咩避忌嘅話咧，我覺得性價比係特別高嘅。咁講緊呢套單位折實落嚟嘅價錢，約莫係141萬到，圍翻落嚟單價咧係13500幾，你就可以買到佢嘅一個咁高樓層嘅單位，以及咧同等望出嘅景觀係非常之靚嘅嚇。OK，呢個我哋就係今輪要同大家着重去介紹嘅一套單位啦。咁啊，我亦都轉頭我再同大家介紹一套，如果大家我想要戶型實用性更加高、更加舒適嘅，咁都仲有一套142平方，同樣價錢非常之靚仔。好啦，嚟到今輪同大家介紹嘅第二套單位，我覺得極具性價比嘅。咁呢個戶型咧就位於佢10號樓嘅板式樓單位142方啊。咁首先呢啲咧屬於專梯專戶嘅一個戶型啊。咁從電梯一出嚟嘅話咧，呢個電梯廳嘅空間咧全部都係獨立使用嘅。咁大概咧有成差唔多9個平方嘅獨立嘅電梯廳啊。咁你想日後做鞋櫃各方面咧，完全冇問題啊。咁再加上我覺得喺板樓呢個戶型咧，係有一定嘅優勢嘅，咁我嚟同大家介紹下啦。咁而家目前所見到全部都係交標嘅狀態。首先咧，佢嘅門鎖方面咧，亦都係啲智能門鎖啦，而且配搭喺個子母門啦。交標方面，入門口佢唔會直接望到佢嘅一個餐客區嘅位置，佢有個轉角嘅一個玄關位置啦。咁交標方面咧，已經有4扇門嘅通頂鞋櫃交到俾大家㗎。咁然後轉過嚟呢邊咧，就係第一間嘅房間啦。咁呢間房